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摩根大通最近出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揭示，就是摩根大通从他的角度来揭示楼市底在什么地方，未来谁能活下来。摩根大通这本研报的名字叫《中国房地产全景图鉴全景数据手册》，主打一本手册看完行业全量长周期数据，覆盖2017年到2026年这10年，分全国各城市各房企这3个维度。所以我们一起看看摩根大通它是对房地产的一个总的判断。摩根大通它的对中国房地产定性是叫阵痛期，什么意思呢？就是总量是在寻底，结构是在分化，市场在漫长的出清理，但是结论是底也已经不远了，就这意思。行业规模从2021年峰值大幅缩量，但是这种收缩它又不是短期波动，而是向长期均衡水平回归。复苏会来的，但过程是漫长的、不均衡的，也就是结构性的。未来增长动能彻底从高周转开发切换到核心城市存量加人口流动。我们一会儿还专门讲人口，这个先讲摩根大通的这个研报，它到底什么意思？揭示了什么？咱们这个楼市的一个走向。那2026年核心数据预测，我们房地产这个行业缩水到底要缩多少？如果用5大指标来看房地产行业，来衡量房地产行业是否健康，那么我们这个5大指标是全线下探。哪5大指标？首先第一个，商品房销售额，这新房，那么2021年峰值是18.2万亿，2025年是8.39万亿，2026年还没结束，对不对？预测2026年是7.8万亿。那么跟这个5年前比是吧？2026年预测的是7.8万亿，跟2021年比下跌了54%，就是腰斩还不止。咱们2020年新房卖了18.2万亿，2026年只有7.8万亿，你把前面那个1都去掉还不够，知道？把前面那个1都去掉了还不够。你说5年新房销售，这真的是腰斩还不止。那销售面积，刚才是销售金额，那销售面积2021年最高是15.65亿，2025年呢是7.33亿平米，那么2026年的预测是8.32亿平米，这还可以是吧？也就是比2025年还多一点，跟去年比，那下降了多少？销售额下降的更多，对不对？销售面积下降的少一点，是不是？那说房价那也跌的不少，销售均价2021年是10396元每平米，2025年是1万元每平米，2026年预测是9862元每平米，也就是这个新房跟最高值2021年比，那也是降了500多块钱，600块钱。那么新开工面积2021年是16.4亿平米，2025年是4亿平米，2026年是3.4亿平米。这个新开工面积那跟2021年比，那就下降了80%。现在新盖的房子那是降这么多，因为你新开工的房子恐怕都是豪宅，普通的牛马买得起的房子，你越盖越多，你牛马也买不起。开发投资新开工面积，开发投资投的金额，2021年是11.1万亿，2025年是6.35万亿，2026年预测是5.8万亿，那这个直接就腰斩了啊！也就是说你看这5大指标，大家都看到了，销售额、销售面积、新开工面积不是腰斩就是80%，开发投资也是腰斩，均价那是少了500多块钱一平米。摩根大通说，高频数据透露了什么信号？一手和二手为什么会分化？二手韧性明显强于一手，核心城市价格先企稳。6月最后一周，10大城市二手成交同比上涨了11%，北京、上海、深圳都有支撑。一线4周滚动同比甚至到了11%到36%，强2线是8%，3、4线是负的15%到30%。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一线还是很强的，二手房回暖，但是2线和4线、3线那就不行了，3、4线更是下跌15%到30%。挂牌呢，6月份二手挂牌基本稳定，没有出现恐慌抛售，卖方心态稳，价格筑底。一线二手房环比跌幅4月以及收窄至接近0，上海微涨，核心地段先稳，就是一线二手房不怎么跌了，这是摩根大通他的观点。那为什么二手房好像好一点，而一手房就是新房那么差？摩根大通他的意思就是民营供给端的出清，就是民营房企都在暴雷没了，他盖什么房子？他在保交楼。
那个交付信心未完全回来，再加上三四线需求已经萎缩，三四线没人买，流量被二手分流，一手只剩核心城市加国央企业就是国央企，所以说一手现在也是萎缩，而二手比较火爆。那么长期需求的人口是什么个特征呢？过去3年城市战争结果已经分明，房地产长期需求完全取决于抢人大战，净流入城市，深圳3年这个净流入一共是 3.3%， 而东莞、合肥、杭州持续增人，人口净流出，北京、天津、重庆大部分3、4线城市都是净流出。那北京流出是大家知道什么原因？居民收入端可支配收入保持 4% 的稳健增长，给购房能力拖了个底，但撑不起新一轮全面泡沫。也就是说，虽然可支配收入是 4% 的增长，但是你要是这点增长要让房价涨，那撑不起来。所以这个就是摩根大通他的判断，就是对购买力判断。摩根大通他为什么认为这个市场底快到了？他用3个尺子，从3个角度来量。他认为这市场底要到了，就咱们看他的有没有道理。他说结论用3把尺子量底，结论就是底已不远，但不同的维度节奏不一样。第一个是销量底，参照成熟市场美日韩城镇化后半程规律，中国新房年销量会在 5.66 到9亿平米之间触底。这个就是所谓的刚性，你每年自然有这么人要买房，所以咱们 5.6 亿到9亿，这个差不多每年就到底了。这新房销量从结构上看，3、4线城市也就是还要回落。从销量上，3线城市现在还是不行的，还要回落。1、2线基本横住，就1、2线基本上现在销量差不多了，销量底已经到了。新房那3、4线还要跌，价格跌，摩根大通它是用租金收益率和房贷利率倒挂，用这个来衡量。说租金收益率和房贷利率倒挂正在修复，随着房贷利率继续下调，租金回报率继续有吸引力，那么构成一个价格底，也就是估值底。但是摩根大通人家也补了一句话，说全国底啊再下行空间就是在 10% 以内了，全国的底啊平均还肯定算平均，如果再往下跌，他认为还有 10% 就到底了。那么他认为2024年4季度以前维持一个阴跌，从全国平均来看阴跌，那下跌还下跌 10% 就到底了。那第3个底，这是不是价格底嘛？这第3个底就是购买力底，一线房价收入比 C 回落但仍然较高，一线城市房价收入比还是比较高，虽然降了还是很高，要等居民资产负债表修复完，购买力才会重新释放。他说这一条是最慢的，也就是我们老说的收入不行，你跟老扯房价涨，不是扯淡吗？资产负债表修复实际上就是资产负债表修复，实际上我认为主要是收入，你收入涨上来，资产负债表修复就快了。有人就说，专家说你房价涨了，资产负债表修复就快，那你印钱发钱，那资产负债表修复更快，对不对？你给大家发印吧，对不对？它里面还说了什么卖地收入，什么城中村改造啊，什么民营企业有没有机会，这咱就不管了，跟咱没关系，爱改造不改造，对不对？民营企业暴雷了就暴雷，跟咱它已经爆的差不多了，是不是？还有卖地，他最后说放到2030年到2040年来看长期趋势，那就我们要看远一点，对不对？看远一点，这个摩根大通也说了，结构性下行驱动彻底换挡。他说新房需求趋势性下行，从过去的城市化加投机双轮驱动，切换成家庭自然增长加改善置换单轮。到2040年，年均新增住房需求从当前1000万套级别回落到数百万套级别，增量蛋糕缩完以后，玩家只能去抢存量，也就是核心地段核心产品。这就是摩根大通他们的最近的一份研报的这主要的观点。核心思想就是底不远了，往下顶多还有 10%， 但是只是在1线和2线啊，2线还是强2线，北上广深加上杭州、成都这些地方强2线，这个有点希望。民企出清不可逆，就民营企业那肯定是别指望了。长期看增量已经没有了，只能做存量，这意思。也就是这个蛋糕越来越小。你说我很久以前就说了，这个市场已经不需要多那么大的全国性的房地产公司了，以后全国性房地产公司也就几家，顶多个3、5家，顶多了，养不活啊。因为市场越来越小，而且你得考虑了地域性的房地产公司，人家这个地域性的房地产公司叫小而美，人家叫地头蛇，对当地熟悉，当地的政商关系，当地风土民情，他造跟当地相适合的房子，那他比那些全国性的房企就要厉害一点。
所以全国各地还有很多小而美的企业，那就做本地的地头蛇。所以这样你大型的房企就没有生存空间了，因为整个的蛋糕在萎缩。所以好多投资人还说炒什么房企，马上要未来10年房企还要翻多少倍？你看哪个房企现在房价的股价都跌成渣渣了，是不是？我以前就说了，房地产股票每次反弹都是你逃命的机会，未来没有了。你看看未来市场在哪儿，增量在哪儿？没有增量，只有存量，而且存量还是萎缩。完了之后，各个地方还会出现那个小而美的地头蛇，分食这个本来就在萎缩的蛋糕。那你说你现在你不要管是保利还是什么中海还是华润，未来都不行。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全国性的房企未来的下场实际上跟万科是一样，一天比一天难。不要看它现在好像还蹦跶，那是因为这个蛋糕最后一块那个就是有钱人那一块还没割完，等到明年有钱人那一块富豪那一块割完了，科技新贵那块割完了就差不多了，准备洗洗睡。所以你看现在各个地方地王都是国企拿的，都是央企。为什么？他就要准备改那房子，地价都拿到20万一平了，他卖给谁了？准备他盖完是卖给科技新贵的，等到科技新贵割的差不多了，没有购买力了，他们的使命就结束了，准备跟万科一样，各种 ICU 急救，各种输血。所以在这个角度上，你看，你觉得万科怎么样？万科还能蹦跶吗？怎么蹦跶？所以他今年上半年亏损加剧，是吧？比去年上半年亏的还多，这就可以理解。因为这个市场在萎缩，你让万科怎么打这个逆风局啊？怎么可能，对不对？韭菜亏了勒得很紧，不买就是不买。让万科你跟那个央国企去竞争那个豪宅，又竞争不了。你自己都在 ICU 病房，你哪有钱去高价拿那个地？所以他只能代建。人家以后央企拿了地，万科掺和一下，帮人家建，挣个打工费，挣一个窝囊费。那这就是万科的未来的这个前途啊，帮人干脏活。这就是摩根大通他的观点，这都是一家之言，而且不排除这个摩根大通是恶意就唱空咱们这个楼市的嫌疑。我把这个摘出来念给大家听，是为了更好的批判这些唱空言论，跟这些唱空言论做斗争。我们再看一个唱空的言论，搜狐他看到一个报道，这个谈的是人口，我们刚才已经说了，那个人口你楼市的走势跟人口肯定有密切相关，这个都不用再普及了。未来人口是怎么样一个走势？如果人口在往上走，那楼市还有希望；如果人口也在往下走，城市化也结束了，大家收入也没涨，那你说这个楼市能好得了吗？搜狐他这个报道叫17个省会人口增量下滑，合肥几近零增长，南昌首现负增长。这个报道他说，曾经炙手可热的省会城市人口吸引力正在减弱。去年全年27个省会城市人口增量共109万，就是27个省会城市一共才增长109万，合着平均一个城市也就正好4万呢。一个省会城市一年就增加4万，平均弄什么玩意呢？这个数低于此前数年稳定维持的160万左右。17个省会城市人口增量下滑，合肥、南昌等增量10强常客罕见爆冷。2024年顺利跻身1000万人口俱乐部的合肥，去年仅增长3000人。南昌尚未披露人口数据，但用全省人口减去其他地市人口推算，去年减少约 1.8万人，近10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也就是南昌还负增长，对不对？合肥去年居然只增长了3000人。我记得我有一期节目介绍过合肥，是不是？合肥虽然有长兴存储，有各种新能源汽车，有这种很超前的一些这什么产业，但是合肥它不是牛马的理想的一个打工地方，牛马还是愿意去那种写字楼，对不对？白领坐在办公室里面格子间里面写 PPT， 那个是好活。你说在产线上当工人，或者是产线上当个白领，人家都不愿意，不友好。所以你看大学毕业生不太愿意往合肥跑，我说不太愿意，相比较杭州和成都就这些地方，他不太愿意往合肥跑。合肥虽然产业搞得还不错，是不是？你看长兴存储一上市有多少万亿，但是你看合肥人口它就不多。你看去年杭州应该增长不少，但是合肥只有3000，所以这个也说明合肥的房价，大家就心里有数了。你别指望它暴涨，不暴跌就不错了。你一年增加3000人，那你有什么用呢？那南昌还是减少，你说这咋整？与之相对的是东莞、佛山、中山、惠州等珠三角普通城市，去年人口增量齐齐跻身全国前10。
此消彼长之间，中国人口流动逻辑悄然发生，也就是咱们说的，还是长三角、珠三角，人还是往那儿跑。首先，合肥、南昌人口增量爆冷，过去几年，全国人口总量进入负增长区间，但聚焦一省公共资源与服务配套的省会城市，仍维持着较强的人口吸引力。2021年到2024年，27个省会城市人口增长总量一直保持在160万左右，这连续3年每年都是增长160万。27个省会，武汉、长沙、合肥、贵阳分别单选为全国增长冠军。2021年武汉，2022年是长沙，2023年是合肥，2024年是贵阳，2025年是深圳，就是那个人口增量最多的城市。而2025年省会城市人口增长总量下滑至109万，17个省会城市人口增量缩水，其中既有太原、乌鲁木齐、呼和浩特、石家庄、海口等人气相对较低的省会，也不乏合肥、贵阳、南昌、广州、杭州、郑州、西安、成都等此前长期炙手可热的省会。最令人意外的是，单属合肥和南昌，2023年合肥以21.9万的增量拿下全国城市人口增长冠军，2024年凭借14.9万的增量迅速跻身1000万人口俱乐部，2025年人口增量骤降至3000人，而且这一数据并未在今年3月发布的合肥市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时例行披露，而是6月15日才对外公布，各种考量耐人寻味。不好的东西、不好的消息，后面等到大家不关注的时候发布，减少大家的关注度，免得大家问东问西。南昌情况更甚，目前仍未披露的2025年人口数据，搜狐城市通过江西全省与其他地市数据推算，南昌去年常住人口665万，较2024年末减少1.8万，这是南昌2015年以来首次出现人口负增长。好了，南昌你说咋弄吧？这个房价增量缩水较大的还有贵阳，2023年、2024年贵阳人口增量分别达到18.25万、19.96万，拿下全国前3。2025年贵阳人口增量6.64万，2021年首次低于10万，回落幅度惊人。这些曾经炙手可热的省会城市，怎么突然不香了？合肥、南昌等省会城市人口增长爆冷，其实是多种原因叠加所致。其一，2025年是人口1%大抽样年份，数据较常规年份1/1000的抽样更加精准。不少网友猜测，合肥等城市此前人口增量或有偏高，也就是有点虚报吧。1%抽样，那现在是1/1000抽样，对吧？那就抽的就更，以前是1/1000抽样，现在是1%，那不就，对吧？增加了10倍。2025年就相当于把以前虚报的校正了。因此增量出现较大的回落，其中中西部省会此前大都吃到人口回流红利，但省内虹吸并非无穷无尽，一些人口腹地不足的省会城市人口增量自然难以为继。以合肥为例，2020年到2023年，安徽全省户籍外出人口累计净回流30万，2024年净回流人口15.7万，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流向了合肥。2022年至2024年安徽人口增量分别是14万、-6万、2万，合肥却达16.9万、21.9万、14.9万，人口向省会单集聚集的趋势十分明显。2025年，安徽人口大幅减少41万，回流红利期基本结束，合肥能维持增长已属不易，那就意思就是未来合肥人口还有萎缩。第三个，当省内虹吸见底，就省会吸省内其他城市的人口，吸到一定地步就平衡了，人口增长势必要寻求省外流入，而合肥、南昌、贵阳的城市竞争力与生活性价比、与就业机会、薪资收入、房价水平、公共服务等与周边强势相比仍有差距。这确实大学生去合肥的还是比去杭州、成都要少，不愿意。同样以合肥为例，论就业机会，合肥第2、3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470万，占常住人口比重47.7%，不及南京、佛山等人口总量更少的经济强势。论薪资水平，合肥2024年城镇私营、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5519元每月，只排在省会城市中游，还不及温州、常州、无锡等长三角普通地市。然而论居住成本，合肥房价高达1.4万元每平米，居省会城市第5位，仅次于广州、杭州、南京和福州，那就是还是虚高啊，还是有泡沫。
还得挤啊。种种因素叠加之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用脚投票，转向就业机会更多、生活成本更低的强地级市。合肥我觉得均价到1万吧，现在还14000，他收入才多少？在合肥5000块钱一个月就算不错的，你房价还14000，那有点高了，还是得看收入房价比。而东莞、佛山、中山、惠州都是地级市，不是省会，他们反而在人口流入前10名的这地级市跑进去了，也就是地级市吸引力比很多地方省会城市还要强。他们共同特点就都在珠三角核心地带，拥有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如完善的产业链配套能力，凭借丰富的就业机会和较低的生活居住成本，吸引着大量跨省务工青年和年轻白领。确实，佛山现在生活水平还比合肥低一点，生活成本工资要高，那人家肯定往那儿跑，而且那儿找工作好找，换工作是吧？以东莞为例，现阶段东莞新一代电子信息、新能源、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扩产提速，技改与小生规企业持续增多，普工、技术研发岗位同步扩容，吸纳大量跨省务工青年与科创人才。这一轮人口增长其实与经济增长不完全挂钩。2025年，东莞、佛山、中山、惠州乃至广州的 GDP 增速都低于全国均值。广东的GDP 反正它好像是在下降是吧？反正没有到全国平均水平，但是它人口在增加，佛山甚至出现仅增长 0.2%， 表现并不突出。而新兴产业蓬勃发展的合肥 GDP 增速是 6.1%， 居20强城市之首，人口却几近零增长。这个非常好解释，因为合肥的 GDP 增长它是靠资本，它都是投入大产业，那么产业那资本咱们以前说过了，那这些收益都去了政府或者资本，他的工人没什么收益。相反，越是那种轻资产的，他越重视人，你人资产，你这个人走了，你的工作这收入就没了，对不对？所以相反这样重视人才的，就是轻资产的这一地方，对人进行投入的，反而收入会高。比如说移动互联网企业，它有什么硬投入？我们说人工智能之前，它没有什么硬投入，顶多是买地买房子，你买点服务器而已，服务器有限。现在硬投入什么？你看，所以说移动互联网公司，它资产就是人了吗？你全靠人，所以它工资高。为什么移动互联网工资高？是传统行业的3倍。这传统行业因为这是重资产，它投入这产业线，就是产业链，什么产线是吧？生产线投入，那都是资本那个周期，那你工人工资就低。人家赚的钱，你工人你不干，有的人是一大把，随便找个人来往这一放就能拧螺丝。但是互联网企业就不一样，它就是靠人才，靠人，所以它工资3倍，他赚的钱就要不给人跑了。但是现在也不行了，对不对？我们说过，现在人家移动互联网企业，你像什么字节跳动、腾讯、阿里、美团都玩命的在投资 AI 现在固定资产投入机房，各种 CPU、GPU 的买，一投都是几十亿、上百亿的，上千亿。那这个你看又重资产。一旦重资产，人就不值钱。你看国外的这个什么 Facebook 是吧 ，Meta、甲骨文、亚马逊等等，他们在 AI 算力这块加大基建投入，他干什么？他就把人给裁掉，是吧？那硅谷要裁掉10万人，裁10万人，他不是没钱，这企业都有钱，他为什么裁10万人？他把这钱省下来投基建了，重资产去了。那重资产这块以后产生的收益，那些工人那些对吧，白领你是享受不到的。当然不是绝对享受，你享受比例很低的，这都是资本分走了。所以你这么一看，合肥产业不错 ，GDP 不错，但是工资很低，年轻人都不喜欢，谁愿意去，对不对？你什么时候把工资提上来？那搞好多写字楼办公室，那年轻人喜欢在里面坐着，这8000、1万一个月是吧？这样年轻人才愿意去，大学一毕业就跑到合肥找工作去。这文章最后说，但是这意味着中国人口流动逻辑发生变化，过去人随产业走，哪里发展快就去哪里。单一逻辑正在被打破，取而代之是就业机会、收入水平、生活成本、公共服务等多维度综合权衡。但人口竞争从增量时代进入存量博弈，没有哪个城市能永远躺赢。这是搜狐城市报道的。那实际上这个观点咱们早就说过了，也就是咱们总的人口在萎缩，是负增长，新生人口去年只有790万，今年还要下滑，人口是负增长。在这种人口负增长就大蛋糕在萎缩的情况下，我们从农村从小城市往大城市转移，这种不可能无止不尽的，它一定会到一个水平它就平衡了，甚至还要回流。所以这现在搜狐数据无非就是告诉我们，有的城市人口也不增长，比如说省会城市人口增长已经停了，有的省会城市已经开始负增长了，连一线城市增长的乏力都已经人口不再这么不像过去那样增长了。
所以不要迷信很多专家说的人口流入城市。你现在的人口流入城市，未来5年它可能就不是人口流入城市了，它很有可能人口在萎缩。如果说还用人口流入城市人口的增加，房价就会涨，这一套逻辑来判断那个城市房价涨跌已经失效了。因为现在的城市要经历2个压力，一个本身人口总的盘子在减小，第二个就是人口还外流。你这个地方生活成本高，对某些人不友善，人家就搬走了，换个地方。所以从人口的角度看房价，大家也知道什么意思。所以不要迷信啊，说深圳人口在流入，它房价就会一定涨，不要这么想。以后只能靠国外了。你看省会城市吸本省的地级市，地级市吸本省的那县级市，县级市就吸本省农村，大概其实这么个逻辑。但等到省会城本省吸完了没得吸了，他就吸周边的，你厉害了对不对？你像南京他就吸周边的，他说我是安徽省会皖京，他跟周边他跟安徽的马鞍山什么徐州衢州这些地方搞一体化，不就吸这些人口吗？那深圳一线城市吸哪人口呢？吸全国的。等到全国吸不动了，你还吸哪儿呢？你只能吸国外的，对不对？你像日本一样的，日本的房价为什么回来？东京房价为什么涨起来了？它还不是国外的人去买吗？国外是个增量，外国人去买是个增量。你要靠他自己买，说不定他也涨不起来。外资去了。那最近你看香港的房价在涨，为什么涨了10几个月是吧？那不是因为内地人跑去买吗？他吸内地的人。那请问咱们的一线城市北上广深吸哪儿的人？你除了吸全国的，你还能吸哪儿的？如果你只能吸全国的，现在已经到头了，往后很难增长了。除非你能吸国外的，你要吸国外的，那人口就在增加，人口增加，那你房价还能往上走。外国人一来，他要买房啊，他愿意买啊，像东京、像香港一样。但问题是你能吸吗？能不能看到这希望？如果看不到这希望，那不要说什么房价还要涨，什么创新高，这个叫自欺欺人。人口在萎缩。好，我们今天就通过一个人摩根大通的这个关于对我们房价底部的一个预测，未来楼市的走势，还有这个就是搜狐的省会城市人口下滑，从人口角度看，这2个合在一起，大概也知道我们未来房价一个轮廓吧。但是这都是一家之言，仅供参考啊。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点赞、评论，谢谢大家。